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機密數據室，我係 Dr. Mark。今日咧同大家講下，其實係咪大家已經食咗一段好長時間嘅膠原蛋白啦，又甚至乎咧已經補得好足，其他飲水啊、瞓覺咩都做齊晒，硬係咧皮膚冇乜點進步咁啊！嗱，其中一個可能咧，有可能係因為你礦物質入邊其中鎂質缺乏。我哋叫呢一種叫做缺鎂基。鎂質咧，其實咧喺我哋好多嘅酶嘅反應入邊咧，係一個好重要嘅負因子嚟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咧好多嘢乜都齊晒，爭咁粒螺絲咧，其實就好似缺咗個開關掣咁樣。大家咧啲膠原蛋白嘅生成咧就會受到影響。所以咧鎂中不足可能係你嘅皮膚問題。嗱，鎂質咧係負責咗我哋超過300項嘅能量轉化反應嘅一個好重要嘅輔酶因子。即係話其實我哋譬如膠原蛋白生成入邊咧，其實鎂質咧喺一個非常重要嘅能量轉換入邊咧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嘅。所以研究顯示啊，如果鎂中不足嘅話，可能咧就係你哋纖維細胞活性下降，導致到咧膠原蛋白咧生成出現呢個比例上下調嘅一個原因嚟嘅。加上咧，各位女士咧都係喺一個高壓力啦，有好多時候咧要出街食飯啦，好少菜啊，飲好多咖啡啊，一啲咁嘅情況底下咧，都會導致到咧我哋鎂質流失更加之快。咁咧會被優先咧攞去咧處理我哋神經嘅壓力啊、肌肉嘅彈性等等，皮膚咧反而咧就會擺到最後。所以咧，大家如果夜晚食開膠原蛋白嘅時候咧，不妨咧揾啲鎂質嘅補充品，咁可以有助咧大家放鬆啦，同埋瞓得更好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膠原蛋白同埋鎂質一齊去服用嘅話咧，其實咧就做到咧呢個原材料加埋咧呢個開關仔咧一齊去補充，個效果就會更加理想啦。咁啊，其實咧膠原蛋白咧唔係大家起唔到，而係可能咧係冇鎂呢個開關仔嘅。